到底行車天橋可以點樣安裝？今集就等我同大家直擊成個創新嘅安裝過程啦。為咗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，土木工程拓展署早前喺粉嶺繞道東段需要興建一段橫跨港鐵、東鐵線嘅行車天橋。呢段行車天橋長約140米，重超過7000噸，大約等於470部雙層巴士嘅重量。條橋又長又重，仲要橫跨東鐵線路軌，下面又有東江水輸水管同埋地下高壓電纜，所以唔可以用傳統方法安裝天橋。工程團隊就發揮創新嘅小宇宙，採用咗香港首次應用嘅橋梁轉體施工方法，即先喺唔影響東鐵線路軌嘅旁邊興建橋身，然後利用東鐵線晚上收車嘅時間，1晚之內將橋梁水平旋轉，令橋身瞬間跨越鐵路。呢個創新嘅安裝方法大大減低咗施工風險同埋對鐵路嘅影響，最重要係成功克服施工困難，令項目可以順利推展，為北部都會區嘅整體規劃提供重要嘅支持。